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对个礼拜已经要开始啊！咱做伙来唱背情诗，唱诗363首。请咱兄弟将响动电话关机，咱备办恬静的心来听福音钟声。耶和华欢喜公平，无放杀伊圣的百姓，因永远受保护，独独歹人的后裔要受遭灭。请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第67首：我心懊恼上帝。
遮咱游玩徛日，咱的信仰告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道成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自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请各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经文21也是诗篇100篇，请兄弟编开圣诗后面第40页，我可以请咱兄弟来译。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将咱同心仰头来祈祷，有满满恩典，愿怜悯搁实实，行公义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奇妙宽容，日日行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阮逐人时时对主的恩典中领受满满的慈爱甲疼痛。伫主所创造的奇妙世界中，田野有色彩丰富的花草树木，山内内有侪侪无相共的野兽甲虫豸，有的是用双翅伫天顶飞，有的是用四支脚伫草地咧走，有的是伫哪内的树顶跳来跳去。有侪侪逐样的物种，甲阮斗阵生活伫主所创造的地上。有的是阮已经知伊的名的，有搁较侪的是阮还毋知的神奇甲奥妙。阮知主的恩典本来就是丰丰富富、活泼又搁有活力的，显现伫逐样无相常的生命顶面。上帝对人的恩赐也是安尼。感谢主伫阮逐人的身上有无相共的恩赐。阮当中有头脑聪明的，有骹手溜掠的，有喙骹会讲话的，嘛有智慧会启示人的。因为主伫阮逐人的身上恩赐无相共的才能，阮才会当伫生活中互相帮衬、互相连结，成做一体。伫阮当中，有人的才分较大，早早就显明主的恩赐；有人的才分较慢，就需要靠父母用心培养，透过教育的学习，才有法度显现伊的全长。嘛有人无特别的才分，肯做、肯学习，有疼心，肯服务别人，就是主伫因身上所特别的恩赐。
总是阮当中有喙骹会讲话的，讲话颠倒是非，插人的心肝，伤人的尊严。阮当中嘛有头脑聪明的，诡诈行恶，设计害人，歪人钱财。嘛有过头看重该杀钱财，将主的恩赐当作买卖权力、甲地位的器具。阮当中嘛有咱死面单，看轻家己的价值，自私自用，将主宝贵的恩赐看作敢若会当换做三顿来过生活的废石烂茶。上帝所创造的万事万物，原本拢有伊的好。恳求主赦免，阮时常伫心内看轻别人，嘛看轻家己，无保守看重主伫阮逐人享受的无相共的恩典。阮受世俗的影响伤过深，过头以世俗的标准来看人的价值。阮无用主的启示来看人的价值，反倒当用钱财甲权势来看人的价值。恳求主随时警醒阮，互阮愿意将仁爱、利益别人的心放伫阮的才能的大声，互阮所行所做拢是有利益伫阮的厝边。恳求主使阮有火热、肯学习、愿意奉献的心，互阮袂浪费性命，将主所恩赐伫阮逐人的财分，用水较好的见证来显明主的恩典满满。我安尼感谢祈祷，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咱今日要共读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25章14至30节，请兄弟点开现代台语日本新约第62页，也是台语汉语本新约第32页。我用现代台语日本来读。马太福音25章14至30节，14节，天国亲像有一个人要出外旅行，叫家己的仆人来，将财产交代因。因照逐人会裁掉交金币5个，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就出外去。迄个领5000的随时摕去做生意，搁趁5000。相款。迄个领2000的嘛，搁趁2000，毋过迄个领1000的出去，伫涂骹挖一空，甲主人的金币藏起来。过真久，迄个仆人的主人转来，甲因算账。迄个领5000的行进前，另外摕5000来，讲：头家，你交代我5000的金币。请看，我有搁趁5000。主人甲伊讲：真好，好搁忠实的仆人。你既然伫少的有忠实，我要派你管较济个，入来甲主人做伙欢喜。领2000的嘛来讲：头家，你交代我2000的金币，请你看，我有搁趁2000。主人甲伊讲：真好，好搁忠实的仆人。你既然伫少的有忠实，我要派你管较济个，入来甲主人做伙欢喜。24节，这时迄个领1000的嘛行进前讲：头家，我知你是严苛的人，无业种嘛要收割，无种作嘛要收成。我真惊，才将你的金币摕去藏伫涂骹底，等你的金币行李。主人应讲：歹搁贫惰的仆人，你既然知我无业种嘛要收割，无种作嘛要收成，你应该将我的金币寄银行，我转来时通连本带利收回。把伊的金币摕来，交互有10000金币迄个人，因为有的要互伊搁较济，甚至有剩，无的连伊所有的嘛要甲伊抢起来。即个无路用的仆人，甲伊赶出去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伊会提扣，价价切起。正经读到遮。下面咱邀请张德林牧师为咱来正道善用恩赐。了灵这平安。今仔日我要用咱头拄所读的圣经，参考来思想一个题目：善用恩赐。
我伫高中的时，身体无介会好。迄个时阵有侪人建议，讲有一个人真够祈祷，直直对遐个辛苦病痛的人祈祷，上帝拢听。就安尼，我的四姑是迄个陈福宪医师、陈福文牧师的妈妈。我的四姑因为不时去关仔岭找杜连公小姐、杜小姐，所以伊就带我去关仔岭找杜小姐。无拍算，去到关仔岭的时，杜小姐无伫咧，因为我无成联络。伊一个学生出来接台湾。这个学生我后来才知影，伊成功大学读甲2年怎停止伊的学业，无要读，专心来关仔岭对杜小姐灵修祈祷读圣经。迄个时阵对一个高中生来讲，我这是足大的一个迄个 check。阮迄个时阵考大学联考，我也会记得一组的10个人才录取2个人，加组10个人才录取3个人，迄款的情形，考调成大，迄是真无简单。毋若安尼，伊搁要专心致意追求属灵的事，对神地佩服。我今仔日哪会拄到即款的人？总是年纪若大，哪伫上帝话内面哪有认捌，服侍哪久，搁读神学院。我后来发现这个姊妹毋对，伊一个基本的思考是信仰甲学业无关。我要信仰，我就无爱学业；信仰甲工作无关，信仰甲家庭无关，信仰甲世界无关。这是伊的基本假设。这是足侪伫基要信仰的人，因常常保持的态度。我对这个世界完全无责任。我哪来感觉这个姊妹毋对？而且这个毋对是大错。这个错误是，亲像我头头所讲，伊将信仰甲学业、信仰甲工作分开。这是伫我的信仰中间，我所无法度接受的。马太福音第25章，咱今日读的圣经节，耶稣安尼讲：天国亲像一个人要去外国，伊就吩咐伊的奴仆来，将伊的家业分互因，一个互伊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到主人佫倒转来，迄个5000佫趁5000，迄个2000嘛佫趁2000。恁注意，主人互这个5000的答复，甲互迄2000的答复，一字无加，一字无减。伫译文中间是安尼，伫原文嘛拢无加无减。这表示啥事？伫人的材料顶头会使无共，总是通过对信仰的努力，伫上帝面前拢是完全相像。总是这个圣经内面佫记一种人，有人得到1000，问题毋是伊得1000，是伊将伊的材料抬起来。原文用 talent， 迄是钱的单位，这个 talent 后来伫英文变做材料。伊将伊的材料抬起来。无去侍奉上帝，也无侍奉伊的厝边。问主人倒转来是原封不动献互伊的主人。主人对这个人的批评是严苛的。出去，你要伫永远的救助的中间，毋通离去，好好使用上帝互你的恩赐。互你5000个，就去趁5000；互你2000个，就去趁2000；互你1000个。你着搁趁1000，毋通袂记哩。这个譬如是入上帝国的譬如，入上帝国，甲上帝互你偌济材料，你使用这个材料去服侍你的主边，服侍上帝是有关的。咱对这个四福音来看。耶稣就是一个真够使用伊的材料的人。伊出来传道理的时阵，路加福音第3章12、30安尼讲，人看到耶稣第一个反应是啥物？讲这敢毋是迄个目像嘛？
迄个目光马可6章第3节，恁想象一个情形。耶稣若日日热烧，因老爸咧做目工，伊无要去斗相共，无要斗学，无要斗做，一日伫外口畏畏闪做。人看到耶稣第一印象，敢会讲伊敢毋是迄个目工嘛？袂啦，会安怎讲？这敢毋是迄个扑龙公？圣经讲第一个印象，这是迄个日日伫遐对因老爸做工的人。伊认真做伊的工，传说伊伫家里里做的迄个牛担是上好的牛担，这嘛是传说啦吼。讲伊的看板顶头写本店的牛担红冷，拢做甲真好势，而且佫轻佫舒适。保罗这个初代教会的知识分子伊嘛善用伊的文书。初代教会，你讲对耶稣遐个人哦，其实拢无啥物有读册的人啦，吼。总是保罗这是有读册，伫迄个时阵会使讲，若用咱即摆来比喻，种读甲博士啦。保罗当伊传福音互遐个较无知识的人，伊就用一般的话；总是伊传互遐有知识的人，伊就讲较深的话。举一个例，伫《使徒行传》第17章。伊伫雅典伫遐传道理，雅典这个所在你我拢知，就足侪铁学伫迄个所在咧流行。使徒行传第17章讲，伊伫雅典拄着2个铁学的学派，一个叫做 Epicurus， 一个叫做 Stoic 斯多亚学派。面对遮侪铁学家，面对遮尔一日敢毋咧思考铁学的人，伊的讲道迄间报道充满铁学。伊伫迄个内面，伊安尼讲，伊伫迄个报道对因讲，咱的生活、行动、存在，拢在乎伊，咱也是伊的儿女。使徒行传第17章28节。这段圣经里是多一个诗人的话伊使用伊的话来讲，其实恁所咧讲是指望耶稣基督，指望上帝。你爱讲铁学的人，保罗将伊的铁学训练伫迄个所在完完全全表达出来，而且伊真正做到这样事，就是伊后来常常爱强调的。咱爱伫什么款人的中间，咱就做什么款人。伫爱讲即个生活铁学的人中间，你就讲生活铁学。伫遮一般人中间，你就讲一般人的话；伫遐讲较高深的铁学的人，你就讲较高深的铁学，为着要得着人。毋那是初代教会，咱对耶稣讲落来是安尼，就是到伫宗教改革的时，嘛是安尼。宗教改革的时阵，强调上善用文字非常强，这是伫教理史、伫人类历史中间一个足灿烂光明的时阵。足侪真要紧的智慧，咱拢对迄个时代传承到今仔日。譬如讲，伫中世纪真爱强调世间的职业有2种，一种是神圣的职业，迄神圣的职业是啥物？牧师啦、神父啦，迄个就是当然是咧讲是神父啦，迄是圣职，迄是圣职人员。圣职人员甲一般人的工作中间画一条线，其他你做律师、做老师、做医生、做其他的迄个工作，卖蚵仔面线咧人剃头等等，这拢是世俗的工作。所有的工作中间上要紧、上有利益的，是做传道者。宗教改革对这个世间上大的改革之一，就是将这块线甲剃掉。这世间只有你是为着厝边、为着上帝做的，迄项工作就是荣光上帝、利益众人。迄就是圣职、神圣的职业。我用罗德马丁来讲，罗德马丁安尼讲，人被造的本来意思是要爱因追求众人的利益来努力。
这意思已经真明。到加尼文，解决中的加尼文，张罗庄的加尼文，伊发挥到真深。伊安尼讲，任何所谓世俗的工课，若是正当的，只要伊是为着上帝、为着厝边做，迄样工课就是神圣的。迄种伫世俗工课中间找到伊的神圣意义的想法，这就是伫张罗中、伫加尼文中常常强调的天职。牧师尽心伫宣道顶头，这是天职；医生认真伫医治艰苦人，这是伊的天职。两项价值拢总相像，这中间无有一条线。是传道者医生，毋是传道者医生。迄个思考方式对迄个时阵是一个足大转换。毋然呢，就是律师，就是老师，就是下面蚵仔面线，就是剃头，就是咱看遐讲做低微咧捡遐粪扫的人。每一个人尽力伫伊所做的工，为了厝边来做，为了上帝来做的事，迄是圣工。这是加尼文的天职，特别咱伫加尼文中爱特别注意到即种咱的真好的传统。到后来，伫差不多受加尼文中影响的一寡新人家，譬如讲威廉巴克，咱足爱读伊的圣经释义册吼。伊讲对外表看起来，洗碗盘甲讲上帝的话无共。你专门咧讲洗盘啊？甲牧者咧传道理，当然这两项工课无共啊，看起来是无共。毋过就互上帝欢喜来讲，这个角度来讲，两项完全拢是相像的。这是威廉巴克的话，这是完全下伫圣经的话。5000赚5000，2000赚2000，伫上帝面前拢是受祝福的。我相信1000个赚1000，嘛是上帝所欢喜的。我咧读迄个头拄仔咧讲威廉巴克利，伊有一本册叫做《自由社会伦理》，我真推荐人读这本册。不过真可惜，我伫差不多几年前，我要找这本册时，香港这本册已经绝版吼，毋知有搁再版无，我都毋知。伊伫遮我会记得伊伫内面咧讲善用文字的时，伊讲两个故事。伊讲第一个，伊讲到有一个19岁的查某囡仔，伊想想来讲。我这个人吼，袂顶袂当，我骹无方便，我无法度出去我大街小巷伫遐报道分传单。我这个人嘛无法度透暝祈祷，我身躯袂赞的。不过我有法度慢慢啊洗碗盘，甲洗甲清清气气。所以这个查某囡仔做一个真水的祈祷，恁大家注意听。我的主，请允准我通过煮饭洗碗盘，正做圣道。我搁读一摆，请允准我通过煮饭洗碗盘，正做圣道。上帝赏赐你偌济，你就为你的厝边为上帝做偌济，这就是神圣的职业，这就是神圣的做工。这就是回应上帝，回应这个社会足要紧的做法。我嘛伫威廉巴克的这本册内面读起一个名叫做 Jack 的一个故事。伫美国西部咧开拓的时，迄个时阵拢也毋是用即马真现代工具咧做工，拢也是用迄铁鉛笔啦，用迄个铁锹啦，啥物安尼咧做工的时。我逐个人做工课做了吼，着啉酒啊、嘻花啦，工具四价单啦，只有一个老工人。当伊做了的时阵，将伊迄个铁鉛笔甲洗甲清清气气、金闪闪，下到边仔饭食饱，家己坐咧人到边仔啉酒。当然伫边仔咧啉酒遐个人，都会甲笑。喂，老大啊！你想讲，咱有一天到上帝面前，咱甲遐个好嘢人一现着1经礼拜、2经礼拜长，咱甲遐个人是会比一呢？
你安尼灵修认真伫遐个，咱较因较会闭志，咱的奉献较会闭志。你去甲见上帝时，你是要用啥物见上帝？人伊会使讲我奉献2间教会见上帝，伊会使讲我奉献1间教会见上帝，伊会使讲我奉献几十万、几万来见上帝。你会使讲你摕啥物物件来见上帝？讲即个老工人，然后边仔迄支铁笔举起来，有一天我到上帝面前，我就摕一支铁锹，这支铁笔，互上帝看。你所交代我的工，我尽心做好，好搁尽忠的萝卜，通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款的信息对今仔日我要感觉是非常非常要紧。我做学生工作对28岁做到退休，到今仔日。还阁常常甲毕业生咧有往来，我若常常有机会咧讨论神学问题，咧讨论信仰，因为我学生来坐做长老，因若假使有一寡问题，有当时会甲我讨论。伫即个做学生工作的中间，我捌拄到一个。真有意义的事，我到即摆还感觉，互我去定选定景吼，我嘛爱做学生工作，甲青年囡仔做伙吼，感谢上帝，我年态较年轻啦，人虽然老吼，心态拢继续少年，阁会当对时代一直咧想一寡新的问题，咧头壳吼，不时还阁有咧转，即点我真正足感谢上帝，我迄阵的选择，对我来讲，我到今仔日感觉是对。学生工作，我拢会想起一个代志哦，特别我人伫台中，我会想起一个发生伫台中的故事。恁毋知影，大概毋知影长老教会整个的台中工作的历史啦吼。长老教会台中学生工作，捌分做3区咧做工，一个做北区，一个中区，一个南区。北区是曾文生开始的，中区较早有一个做贾希林牧师，吼。咱中间也有印象，贾希林牧师的人请举手者。哦，感谢主，也太侪人捌伊啦吼。贾希林牧师吼，迄阵辅导伫中部上大团契是中兴团契。好，中兴团契迄阵人有够侪啦。伫中兴团契中间，伊印象上真正代志，伊捌分享互阮听。伊讲有一个学生吼。读中兴大学的植物病虫害，因老爸本地，伊本地嘛想拢要考医师，较早是加一饼丁，到我也是加一饼丁，加做一做饼做丁做，毋是即马讲第一类组、第二类组，毋是安尼。医生伫饼做，会考饼做，医生若无调着植物病虫害、森林系啦，吼，等等即款的物件。因老爸爱伊做医生，第志愿来台医科啦，啥一直添吼，医学里添了，再添牙科，牙科添了，再添其他。第一年医科拢无调，去中兴植物病虫害。好，因老爸就个命，够病，够笨。人即个台医科对面高雄医科上无嘛？迄中山医科，中山医科嘛，一个。半个医科都咧摕无调，考无调，考伊植物病虫害。第一年考中兴植物病虫害，第二年顶考，佮考伊中兴植物病虫害。我这人嘛奇怪吼，伊都迄阵吼是先添，阮的志愿先添，你著莫添就好啊！你佮添植物病虫害，佮甲分去啊。第3年，伊佮分去中兴植物病虫害。有够心态有够不准，等去厝因老爸就甲骂啊！迄是咧读心酸诶呢，考试考即款嘢逐摆就是考去中兴大学植物病虫害，你是咧考啥物嘢呢？足无爱等去厝，等去厝老爸啊细细念，听甲足神诶。来学校咧，无啥物公平诶感觉。
伊都毋知读植物病虫害要创啥，我读这就创啊。啊，大家咧做迄个标本吼，人拢用做，伊拢用做的啦，拢嘛厉害，拢嘛厉害安尼。食迄面无输，苦劝这青年，因为你一世人若伫即款的怨叹怨气中间，你一世人乌有的，伊就甲苦劝，行出状元啦，用听这啊啦，无输莫阁讲迄啊啦。上帝可能为真好旨意，哎呦，我无看啊，我著甲上帝，甲牧师安尼辩论啊。讲到一工，食迄名牧师读到一篇文章，《Times》时代杂志。一篇文章咧论夭歌、论饥饿。这篇文章我嘛无看，我听一迄篇牧师讲，迄篇文章的结论就是咧讲这样代志，讲世间的食米粮食其实是有剩有够，有1/3的粮食互病虫、互歹虫食了的。所以，咱若是对这歹虫抢倒转来，迄1/3的粮食，世间的人会夭饿问题，世间这个遮尔大夭饿问题就解决了。食牧师单紧紧提起互这个青年人看，讲某物人，你读的功课是非常要紧的工课呢，甲遐艰苦人有关，甲你的厝边有关，甲信仰有关呢。这青年人嘛毋知影讲，读植物病虫害会当关心甲世界所有一切工作的人，就安尼入去认真读册，后来留学美国读到博士，这个人后来伫对工作，你敢知？伫联合国，联合国派伊到第三世界，伫遐处理植物病虫害的代志。为着要抢回迄1/3的粮食，这个人无拍算，当伊先进伊的温书，伊伫伊的工作的过程中间，发现上帝，发现厝边，发现自尊，发现满足。这是咱应该有的工作态度。就是像这，我上感动的一句话，我听过一寡名言。年纪哪大，我听到名言哪来哪济。毋过即句互我印象真深，啊，佮甲咱今仔日的讲题有关吼，我就用即句来做我的结束。1867年，1867吼，这年是李秀牧师。起来台湾，台湾有牧师一个宣教师的第一人，李秀牧师。这年拄好甲李秀牧师共一年吼。这个宣教师，这个科学家叫做法拉第，我想足侪人捌哩，我毋免阁讲。恁这一人比我更加知影什么叫做什么人叫做法拉第吼。法拉第坐伊厝的摇椅，啊看外口的天，啊点。行伊一世人的路程，人生到这结束。我感觉上帝真正恩待伊毋是倒伫病床顶，一年过一年，才来结束伊的行程。坐伫摇椅顶头安尼真轻松，啊！你看着外口的天，渐来停止伊人生一切的工作。伊坐伫摇椅顶头，伊讲最后一句话，就是伊即句是安尼讲，我读互大家听。我一世人是用科学侍奉我的上帝。法拉第是出名科学家，这真明显是一个新教的信徒。我一世人用科学来敬拜我的上帝。我一世人用上帝赏赐我的5000，我过去赚5000；赏赐我的2000，过去赚2000；赏赐我的1000，我过去赚1000。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讲类似伊即款的话。我一世人用做医生，医治遐艰苦人。
我咧看，我插一句话，电视有一个全世界走的迄个医生吼，这叫做什么医生啊？因去遐较艰苦遐吼，无国界医生啦吼，电视有伊，伊就讲请大家奉献一人300块，讲阮用这个锁咧量迄囡仔的臂围，若是讲偌大，这个囡仔差不多无两人，请大家同餐互因食饭到遐。上帝甲这无国界医生的人同在，因所做的会当帮助这个世间，嘛会当利益，嘛会当影响上帝。做律师去帮助遐受冤屈、袂当讲话的人，互因会当安尼得到影响。做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解除妖疑。咱世间有足济妖异，做一个老师是解除妖异的人，迄无简单的代志啊！世间遐妖异，真济实是超过咱所有一切当的人物，总是会当解答，伫解答的中间，带人行正路。有人做这项，有人做迄项，有人卖饭，有人这个开车店，有人开这项，有人开迄项。每一个人假使伫伊的工课尽伊所有的，上帝予我偌济，我就为信仰、为厝边奉献偌济。迄就是侍奉上帝。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无论伫什么时阵，咱拢会记哩。5000个、2000个、1000个，这个批注是入上帝国的批注，同心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伫圣的主日，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真正通过今仔日，无论是读圣经、读圣经、吟圣诗、圣歌对所学落的，也是伫遮讲道，伫遮通过报告，互阮知影，互阮会晓，甲欢喜的人同欢喜，甲艰苦的人同艰苦。主帮助阮通过这个。阮信仰哪来哪深，阮疼人也哪来哪深。愿主你帮助阮中间每一个，阮特别也要搁一摆笑脸。伫阮中间有人心神艰苦，嘛有人肉体不安、艰苦、开刀，甚至住院。主，阮拢恳求你怜悯的手、医治的手，甲即款人三甲地地，帮助阮，互阮若有探访的恩赐的人。常常探访这款的人，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靠主圣名，阿门。再来去来唱回应的诗，圣诗335首，主的福音真道理。To
奉献，今日担任书献的是郑淑宪执事甲刘秀英执事。伫报告大声，毋知有第一届来阮教会，也是久久无来教会，啊，今有出现伫咱当中的兄弟无？若有，请你举手。无吼，因为咱教会伫近一两年来吼，超找牧师，超找牧师的过程吼，非常辛苦，伫即几个月来。有较定着吼，咱今日特别请志良长老为咱目前即个聘牧咱教会较有意向的即个牧者吼，咱今日借着即个机会，甲咱兄弟大约的介绍一下，咱下面先将时间交予志良长老。兄弟平安。受小会交代，才甲咱报告咱教会聘牧的过程。咱教会有一个规矩聘牧的时阵，目前即马当会长老有6个，只要一个有意见，即个接触的牧师，咱就无搁讲。所以这是真严格的聘牧，所以小会提出的人选，就是6个长老拢同意。咱伫2年来，咱一直咧找牧师。目前阮拢总有接触过22个，真无简单。即马向兄弟来提出监选。我伫遮，有人甲我问讲，迄陈国成牧师是啥物人？我相信咱真侪兄弟拢无啥熟悉吼。咱先甲放第一张伊的相片吼，即位就是陈国成牧师吼。伊还伫牧会中，所以有坐无方便，袂当阁请伊来遮讲道。
等一下，我会放伊3月份来咱遮讲道的时的相片。咱屏幕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介绍人。这陈国成牧师就是蔡三乡牧师娘，伊有一天打电话给我，甲我讲：志良啊，恁迄牧师是找了安怎？有确定啊无？我讲无啦，还咧找中间，伊就甲我讲：即个陈国成牧师因为爸母年老，伊想要来中部牧会。我切一个。伊即陈国成牧师伫咱前任林兴成牧师的时阵，阮就捌甲伊接触过。伊当阵伫牧会中间，伊直接甲咱讲，伊无方便，就是无要离开即摆现在教会。迄当阵就有真侪人甲阮推荐，包括咱家己的长老小主任长老今日过来，伊嘛特别打电话来甲我推荐。即个陈国成牧师目前，阮甲伊评估起来，就是伊牧会方面真好，年龄嘛适合，家庭啥物拢真适合。阮就主动打电话甲伊联络，了后就开始进入拢总有3遍的即个会谈了后，伊才签即个监选的同意书，咱才来办理即个监选。即届的屏幕有一个特殊的所在，咱。放第2张的相片林义元牧师，咱独行教会拄着夫妇拢是牧师的，这是第2摆。咱进前黄辉牧师，咱嘛是2个传教者，所以因即个家庭既然有2个是牧师职，所以小会考虑就是讲，虽然咱的社礼负担会真重，但是因为尊重牧师职。咱嘛是希望会当聘2个牧师。若呢，教会法规是监选是干那监选主任牧师，副牧亲像音乐牧师、关怀牧师、宣教牧师、青年牧师，拢是由小会直聘就好，迄是无需要监选。所以咱即届就是甲监选主任牧师陈国成，但是咱要现聘。是2个牧师，就包括林义元牧师。这个林义元牧师来要创啥物？小会有一个足大的重担，就是目前咱爱知咱的主日学，咱的儿童部竟然捌主日挂零。咱的青少年团契已经2年无法度选会长。这是咱教会足大的欠缺甲需要，所以咱希望有一个专职的传教者来帮忙咱遮来管顾咱的教会。兄弟团契等下要办扩大聚会，我伫遮嘛无客气讲，阮团契兄弟团契嘛一直无法度选会长，我拢一直退步过退步安尼，因为是安怎？因为咱的符合规家人真少，你看咱今日礼拜当然今日落雨啦，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重担啦希望大家伫这个时间顶面带倒所以咱希望有一个副牧来关心这个团结，甲老人的时间小会嘛伫这个聘2个牧师顶面安尼算盘算甲安尼啦所以甲牧师、甲陈牧师会商的结果，咱就是用上低的社礼，所有的福利，主任牧师所有的福利拢总袂无安尼安尼来甲伊做聘牧，互即个代志会当减轻教会负担，安尼小会甲伊精选了后甲咱若总务干事啦、关怀干事啦，才会冻结起来了后。这个费用就差别真济。阮希望过来第3场，伊有一个囡仔叫做陈天林等一下我有3分钟的影片，互咱对这陈牧师甲林牧师伊的讲道，咱搁较来明白伊最后我伫遮来呼吁，咱6月23迄天监选牧师，咱有真侪兄弟礼拜日爱上班的，咱提早甲伊排休，
也希望迄天会当来出席。无即摆小会嘛真头疼吼，咱的会员头180个2/3出席，爱120个。咱即几年咱好会出席拢70-80个尔，所以电话尽量敲吼，希望兄弟大家斗招呼，会当互即个监选真顺时，互牧师来咱的教会，咱就来放迄个影片。而且佫想要了解每一件代志，这是德玛伊的性格。约翰福音借德玛的门路来讲出着讲耶稣最后讲啥？讲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活命。德玛的个性可能反应较慢，总是德玛是一个真老实的人，因为伊毋知要变路。伊袂毋知，结果知影。所以耶稣就讲：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活命。这三项拄啊好讲出着犹太人因伫宗教顶面3种的观念。诗篇就拢遮个元素拢伫内底。诗篇27篇11节讲：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来指示我，敢是？耶和华，你用你的道路来指示我。25篇50讲，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佮教示我。所以伫真理的内面，佮来教示我。16篇11节，将活命的路指示我，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永远的快乐。所以道路、真理、活命，这其实是犹太人因伫宗教的内面，因伫信仰内面。也是因基本的观念甲元素讲话，咱当用西奈撒娇，咱嘛当甲上帝感谢。所以耶稣伫传道理的时，常常去祈祷，用祈祷的心来亲近爸。耶稣有时嘛甲学生做伙祈祷，路加福音第9章18、19讲，耶稣家己在祈祷的时，学生嘛伫遐，这个是祈祷会。有上帝话伫咱的心内，咱就有健康，咱就有勇敢，咱就有信心。伫人的一生的中间，难免有孤单的时。孤单的时，上帝话就安那甲咱讲。上帝话讲：我决断无放杀你，决断无离开你。当咱难免会看路，会忧愁，会忧虑。当咱看路的时，上帝话就是甲咱安那讲，就讲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伊一日就安那到也足够了。一天会打，一天来打就够了。当咱感觉生活服侍，感觉重担的时，耶稣话安那甲咱讲，伊就讲：你既然着我担重担的人，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来安息。所以咱就知影，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的心通得到安息甲快活。当咱惊吓的时阵，安怎？上帝话甲咱讲，你着勇敢作战，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打落去，也好花上帝会甲你治定。好，请咱兄弟编开周报第3页，咱先来读本周金句。咱今日要读的是
正平现代台语译本吼，我先读拜，兄这煞接对我读拜。本周根据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至17节，请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至17节，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至17节。本周聚会表甲事项表，跟咱伫咱周报第3页，且咱有参与事工的兄弟记，周报第4页，社会广告。咱本会定伫6月23礼拜日主日礼拜中有要召开临时会会，感选本会第10任牧师陈国贤。咱邀请中会议长派中委牧师吴秉正主持会会，中会嘛派总委长老黄道昭来本会监选。牧师监选会会规定是照陪参会员2/3出席，咱特别恳求咱兄弟伫当日有法度提早准备时间来本会参加。总讲，若有法度，咱尽量来邀请替本会邀请咱其他会友伫当日尽量来出席。本会消息，第一点，咱今非常感谢张德林牧师来咱教会主持礼拜甲讲道，非常感谢。咱伫礼拜后兄弟团契嘛有邀请张牧师为咱来讲圣经讲座，参加聚会了后有备办这个午餐，咱非常欢迎咱会后兄弟来参加这个聚会。第二点，后一个主日咱邀请奇峰教会严小青牧师来咱教会主持礼拜甲讲道。第三点，后一个主日礼拜，中昼12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6月份定期中执会甲认职会，请咱会内中执各团契的会长参加。若需要请假，就书记来小组指示请假。第4点，1楼女厕已经完工，会当试用。因为即摆还未完成这个验收的这个动作，伫你试用的过程中，总讲若有需要改善的部分，也是咱用了感觉无适当的所在，请兄弟毋免客气，总务部来反映。总务部会看这个情形，有法度改善无法度改善来做决定。第5点，6月5日，祈祷会邀请关怀小组长伫会中带领家己的小组祈祷。咱知教会上重要其中一部分的功能就是祈祷，咱特别非常邀请咱会内兄弟伫每一个礼拜3暗时有时间尽量来出席这个祈祷会。第6点，6月7号至8月30，暗时每礼拜5的暗时7点至9点，有陈宣慧老师伫本会举办正式圣乐短期的团体班。咱有意愿要报名伫这个圣乐的研究，也是唱歌的方式的技术来提升，请有兴趣的兄弟，行政干事来洽询。报名的时间甲6月6号星期四进行来截止。第7点，有要订后一季7月到9号新安宫读经本甲教会公布的兄弟，请对行政干事登记。
已经订过的兄弟无需要搁重复搁订一届。第八点，请咱各行政单位甲团体，伫6月16日进前，将即个后一季服侍人员的履历表，也是团体聚会表，交予行政干事，咱来编排即个圣工的分担表。第9点，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本周的进度是提摩太前书3章第1至16节，到6章11至12节。咱照咱的进度，有法度伫2027年进前，有法度将旧约甲新约来甲完全读一遍。咱另外伫后一个主日要举行6月份的受请庆生，名单刊登伫周报的内面。总共的名单有即个二丁、老丁，也是错误，请词汇指示来更正。周报第5页，团契消息，今日主日礼拜后，咱邀请咱北来少年的一辈较有气力的同工有法度协助咱伫停车场遐，伫顶礼拜有买一寡即个农场要用的肥料甲土需要一寡人员协助，甲搬去咧5楼顶的即个农场的仓库。拢总要20包啦，所以可能爱4、5个少年仔来斗相共较适合。第2点，7月12至14号，伫咱本会有举办夏令营，举办的对象是国校1年甲6年每报名人数是限定伫20人，额满为止。咱请有意向处理有主题要报名的，伫6月23进前来教会行政办公室遮来报名。第2点，社青团契第1日主日礼拜了后，伫11点30伫5楼附堂有聚会，咱欢迎客友踊跃来参加。第3点，四海读经班较特别的是6月甲7月暑假的中午有举行线顶书记新学课程，分别邀请讲师是陈金师牧师、甲常师恩牧师，伫即个线顶为咱对即个新学来开即个课程。咱有兴趣的兄弟，会当对即个四海读经班报名，报名的时间嘛是到6月26，另外一个是到6月4号截止详细内容咱看周报第5页内底所刊登。第4点，兄弟团契，今日主日了后。有扩大聚会，咱有特别邀请张牧师、张德林张牧师主讲现代台语译本甲台语文，欢迎咱所有的兄弟伫主日礼拜后来参加。其他事项，咱看周报第5页所刊登的内容，第6页是咱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6月份的圣经问答题刊登伫周报第6页。第7页是咱5月26的奉献报告，咱伫顶礼拜所刊有奉献的月定奉献，甲其他奉献拢刊登伫第7页。阵咱5丁老丁，请咱的财务部长来发言。咱头拄有讲咱即个聘牧的过程近2年来咱接触足侪牧师，咱有定着伫即个6月23有要来监选。除了即个事项了后，咱嘛有其他的兄弟，伊伫家庭也伫身躯顶
拢有一寡需要咱带导的事项，所以我即摆特别邀请咱兄姐同心爱头来祈祷，为着咱的家庭生活，也是为咱教会事工同心来爱头祈祷。阮伫天里愿意听人祈祷的阿爸爸，阮头拄伫主日礼拜中有提到，阮要伫6月23，为着阮即2年来憔悴的牧者，要进行监选的即个程序。阮教会伫即2年来出席参加主日礼拜的兄姐哪来哪少，阮非常担忧。伫6月23日迄日，阮出席的人员无够额，无法度顺利来完成当日的监选过程。恳求主保守，体贴阮的愿望。互阮当日有法度顺利来完成监选，伫阮兄姐的出席有法度达到规定的2/3的名额，来互这个监选的程序顺利来完成。阮连夜要为着阮教会伫6月底要来举行的这个新人茶会，恳求主你会看顾。阮教会即几年人流失的人真多，有当新的会友，也是第一届来参加的牧道友，因为无线接的聚会甲邀请。时常是来1届，也是2届，落尾就无搁来参加聚会。阮特别为着这个情形来举行新人的茶会，特别邀请因来阮教会，大家互相来熟悉。恳求主，互阮即摆第一届办的这个新人关怀茶会，我都顺利来参加。或者牧道友，也是较来1届的会友，我都接到这个茶会聚会，大家建立起这个集体连结，互伊伫这个教会内底有集体的关怀甲支持。另外，阮特别要为着阮会内年长者。迄就是辛苦白行的会友，恳求主你的保守。阮会内年长的兄姐有侪伫厝里接受疗养，因疗养的过程，有当阮要去探访非常的无方便，嘛有伫病院等咧接受。检查，迄就是治疗的兄姐。阮有当对因的实际状况，阮并无了解，但是阮对因的关心、关怀，伫阮的心内是非常的确实。阮对心内愿望主你，互阮这兄姐，特别是年老身躯有病痛，恳求主你，互因上大的祝福，互因伫治疗的过程中有法度接受到上好的医疗，互因心内有主随时甲因相伴，互因随时感受到主你对伊的疼痛甲阻碍，互因随时拢感受到主你赐予伊上大的平安。我安尼感谢祈祷。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咱兄姐起立，咱大家互相来请安。
咱大声唱出咱的歌。大声唱解，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看你来你，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声心，搁一解，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看你。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咱伫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了，请牧师为咱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帮助，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
请伫圣殿乐结束了后才离开。